所以各位香港女士們啊，去韓國遇到醉酒男嘅話呢，為安全之計都係盡量避開啦。而因唔受溝，太變性美女當街被韓仔毆打。李敏鎬同金秀賢係出晒名高大靚仔，又對女仔溫柔體貼嘅韓國歐巴，所以有唔少香港女性都好想有個韓國歐巴做男友啊！但唔一定個個韓國男都係韓劇入面嘅暖男，有啲韓男仍然係粗粗魯魯，甚至會對女性動粗。最近有位韓國變性靚女就被一位疑似飲醉酒嘅韓男啊當街毒打啦。日前呢，一位韓國留學嘅泰國變性靚女留學生喺韓國一間餐廳門外就遇到一位疑似飲醉酒嘅韓國男搭訕啦。呢個男子不停對靚女用英文講 love you love you， 但係就遭到靚女拒絕。靚女呢就用我有男朋友嚟拒絕對方，但醉男忽然就惱羞成怒啊，突然就騎咗喺靚女身上就毆打佢。而同醉男同行嘅女友人亦都有上前阻止，但明顯就唔夠力啊！最後要途人出手相助，醉男先至肯放手啊！而韓國警方亦都喺呢個時候到達現場啊！整個打人過程都被馬路對面嘅途人影低，最後交翻俾女事主，女事主都將整段片段放上 Facebook， 同時都展示自己嘅傷勢，亦都警告女仔喺韓國千祈唔好單獨外出啊，因為咁係非常危險嘅事啊！所以各位香港女士們啊，去韓國遇到醉酒男嘅話呢，為安全之計都係盡量避開啦。Facebook 一號 check 群，快啲加入啦！